感受到强军旧历过年头一届联合战备精神。另外，美国要卖台湾的武器，风声有一笔卡关。冷气团减弱，注意中南部早暗的温度起落会差到10度。交通方面，第26线滨高公路塞车真严重。南韩前总统尹锡悦昨年向宣布戒严，去互特检组求处死刑。这阵一审宣判内乱罪成立，无期徒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9公司第2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日行村拜拜，搁在呼吁民众都爱支持加强国防。国防部嘛感受到强军旧历过年头一届联合战备精神。另外，美国总统 Trump 是证实2月初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咧讲电话，是有讲到卖武器予台湾的代志。不过，华尔街日报则是报道讲，为着避免 Trump 访问中国行程去受到影响，有一笔美国要卖台湾的武器目前卡关。清早规工到强标拜拜旗号发福地啊，总统赖清德也把握机会，各向乡亲发声，支持强化国防。咱国家面对强大的威胁，咱敢唔免强化咱的国防力量来保护咱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有需要无？中军19也出动强机舰，执行旧年以来第8个联合战备精神了台。美国总统川普证实2月初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线时阵，有讨论对内军售议题。President Xi, in your talk with him recently, warned about sending more weapons to Taiwan. I have a response. I'm talking to him about it. We had a good conversation, and we'll make a determination pretty soon. Tell us about your trip.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虽然北京回应对内政策不变，不过《华尔街日报》18独家报道，为避免影响川普4月去中国国事访问，这项重大对内军售案都安尼卡掉咧。I haven't read the full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 I will just say, with respect to an arms sale to Taiwan, I don't have any announcements or updates on that for you today. 报道中讲到，川普政府去年12月宣布一个111亿美金的对内军售，引起中国不满。两人这个月初同意进行美国在讨论，另外一项包含爱国者会谈对待军售，不过在习近平是压制下，川普在考虑军售台湾的时机点。这有点回到过去奥巴马时代，就是考虑中国因素，然后累积很多我们申请的要求以后，找到一个所谓的适当的时间。习近平如果能够满足这个川普总统选举的这个要求的话呢，那么也许我们的军售会受到影响。学者分析，川普访问中国，习近平会访美国 ，APEC 加集团体峰会，所以两人今年有希望见面失败，也是考虑美中关系走向的机会。另外，台湾议题也无可避免会登上美中谈判道。记者综合报道。冷气团减弱，天气较烧热，不过提醒观众朋友也是要注意早暗的温度起落差真济，中南部可能是差到10度。也若是交通方面，州北路南的车拢真济，第26线滨高公路因为有真济人要去垦丁甲台东游览，塞甲真严重。长长车顶行行停停，平和公路路南往垦丁台东塞车，远警出动协助疏导，也启动调拨车道来行刑，消化真济出来佚佗的车条。车衫真济铁渣等工作甲吹佚佗的车。国道北中南塞车路段，为中道过后就车多。高公局表示，车衫是年假期间双向交通量上大一天，也是平常时1.5倍。塞车路段亲像国一苗栗甲河口、国三、大山到香山一股，公路警报拢可能塞到透早。明天是北向尖峰日，西部国道民众建议在早上9点前，南部地区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而中部地区则建议在中午12点前出发。而另外针对国道5号北向的部分，则建议在早上9点前出发。新会人去往公园，引起团减弱，真侪人也出外活动。气象署提醒，虽然车衫开始到达回温，不过测试水气较侪。这方面，东半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甲屏东半岛有低降雨，日暝甲透早也是偏凉。在回升的同时呢，像明天呢，中南部日夜温差会继续的扩大，到了初5之后呢，乃至于到初8这段时间呢，各地早晚都是比较凉。
到1月各地日头会出来，以及好冷空气按算伫开工了后第2天至4到会，到时阵方面通过各有东北季风小可增强，北部东半部天气各会明显转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正年间都有火灾意外，初日暗台中西区一栋大楼22楼冷气着火，7个人掉伫咧内底，加在是拢有救出来。另外，伫咧台南的安平，早暗7点半左右，受到一搭停真济消防车的天厝着火，360只车烧起来。关楼庆火消防队到场唔敢大意，紧急疏散上百的住户。10月7日暗时11点左右，台中市西区向上路一栋27层楼高的集合式主体传出火灾，导火点伫22楼的露台，公楼层有7个民众受困。就是有看到那个通知，那个警报声音虽然很小，但是有警报响，然后就赶快下来。烟很浓的烟，对，然后赶快叫邻居赶快一起下来。消防队发现这导火点是做工课的露台的冷气，全力拍火之下，伫11点40分左右拍花，而且顺利把7个民众救出来，好，在无人伤亡。因为阳台是直接对外的，所以它的那个烟就很明显，民众一看到就报案了，所以其实我们到场的时候很快就扑灭火势，然后人员疏散了。另外，伫台南安平10月暗时7点半左右，一间无看板的流动车受坑场，同款是发生火灾，当中165台汽车和200多台奥多拜红烧掉。那现场总共有200多台的机车，那以及161台的汽车，燃烧面积约100平方公尺，损失还在要待估。消防局表示，讲现场是1楼铁皮的建筑，一半天路，一半铁皮，所以面积差不多100平方公尺，好在无人员受困伤亡。两个火灾详细导火原因，还要等火调人员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除了火灾，屏东那边车头到中林路这搭，初日半暝是发生放火烧车、讲车，也有抢劫的案件。警方查落，确定拢是同一个人做的。一个姓蔡的嫌犯已经去互警方抓到。嫌犯伫机车边引导玻璃管装的上行水偏向代替屏东那边站附近停车场，火势拓开小到现场的车甲货车，小开上行水段，佫发出爆炸声音。我的车停在那边，刚好没有被抓到，他是在丢向里面一点。第一个丢了几颗，然后再过去那边摩托车的停车区，他刚好丢在停车区的地上，没有波及到机车。乌车玻璃拢烧穿过，白车也烧甲臭气打。这放火案发生伫18将会初日半暝啊，4台车拢烧坏去。警方到场搜证，暗过洗出嫌犯毋若伫车站周边放火，搁沿着那路到一间菜馆巷外口，共害2台车，甩去提刀到超商来抢劫。阮看到的时阵，伊是一定伫遐弄迄个奥多麦啊，爱问迄个来有附因较清楚，毕竟因去用讲玻璃。超商门口玻璃讲甲脆糊糊，被抢走现金6000多，店员赶紧摒扫。警方先线伫超商附近发现30多岁洗出嫌犯，将抓起来。警方第一时间立即启动快打部队，秉持报案快、到场快、处理快原则，已将犯嫌逮捕到案，现场无人受伤。全案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嫌犯放火讲车，搁抢店头，互附近店头居民拢正惊吓，已经涉嫌公共危险、用刀等真济条罪，好佳在无人伤亡。警方后续也进一步调查因犯案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年节也在送礼，真济人是会经出名的老店。不过，这阵高雄的老店不是地糕，因的糕仔饼的礼盒煞是去互国内民众也出讲，也未过期就开始咧生糕。点解今仔日是回事咧？讲有可能是因为咧赶工，水分塑料无够大，才会安尼做。因那民众是会当去退钱，买当换其他商品。这卫生局嘛照实按法对业者来处罚。用卫生纸包咧，这看起来真高级的糕仔，顶悬有几下所在拢生糕，有效的期限明明是到18，民众17拆开煞已经生糕啊。另外一个民众是收到同一款、同一个效期的礼盒，16、17拆来食的时阵嘛，发现几下粒拢生糕，民众发起伫网络海，有人回讲嘛拄着。开了好几颗，然后每颗都有
但前面已经吃了2、3个掉了，这样眼睛可能还是有看一下，但就是不确定外面没有，里面有没有，因为毕竟它可能是从里面长出来的。问题内面是挂在也未宣传海报，西果的糕仔是高雄这间80多年的老店，不离地果的过年限定礼盒，8粒要400块，过年进前都卖了了。业者19出面来回实的，表示西果的糕仔是同一个批号，这批差不多生产50到60盒，相当西果业者初判是水分无收好大。最后这一批在制作的时候，我们可能量大，然后再做感制。那我们的产品真的很简单的东西，红糖水加上糯米，那变成它只是在红糖水的收干的时候，没有收到它的一定的干的程度，那变成它产品的那个有效期限、保存期限就缩短了。老店的糕仔因为过年赶刚出包，业者目前已经收到要20件新数，想到会当换同款价值的商品，也是退钱。业者讲，若是有民众因为食到这生果的产品，身体无爽快，伊嘛愿意负责。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随过去稽查，照相关规范要求改善作业区半成品和粪扫桶的距离，嘛照是按法针对生果的问题，罚因6万以上2亿以下。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的寒人是较袂落雨，南投日月潭的水位已经降低超过5公尺。管理处是讲，为着游客的安全，若是水位阁继续降落，有可能把码头封起来。提醒有要去的游客，都要随时注意变动。水面流出一大片的绿光膜呀，象征水前的9只水蛤仔已经全部流出来。南投日月潭进入淡水期，游客把握机会翕相，也翻入水情。确实是蛮意外的，因为想说应该会有9只青蛙，可能是泥巴太多了。对啊，我觉得是该清淤一下了。会担心啊，对啊，就你没有水，他们就很自然就没有人来这边游玩了，这样子。对对对。最近恶化日月潭就是启动水位下降第一阶段应变，短短1礼拜水位阁下降，甲我水位比起来已经下降超过5.48公尺，落差接近2层楼的悬度。机关处表示，受到雨减少、甲农业灌溉用水影响，水位落下去的速度超过预期，提早恐惊落破743公尺警戒线，会启动第2阶段应变。预计脱离玄光码头1号浮排、伊达邵码头2号浮排及朝雾码头1号浮排等施工作业，届时将封闭玄光码头及伊达邵码头右侧引桥。有关处强调，目前水位依然在台电协助调控的可控范围内，若果继续下探，会扩大铺排拖地，怪码头甚至全面暂停使用，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的假日紧急症中心头一摆伫咧新正年间运作。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是去高雄感谢值班的医护人员。另外，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仔日这急诊是超过6000人，其中类流感就占3500人。一个去探视过年期间破病的民众，行政长杜英泰车三到高雄去视察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的运作，而且为免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因为较早过年的年假，病院常常拢要面对急诊一大堆人塌伫遐。卫福部因为安尼伫全台湾设第13 UCC， 嘛鼓励病院开病床和诊所开诊来斗分流。2月15号就有43个病人，2月17号，大年初一。是看了61个病人，那2月18号，初二，一共看了67个病人。初一的时候，大概全国的急诊的就医量大概差不多3万左右。那么去年是4万了，我们分流到这个诊所的效果也是不错。全台湾 UCC 看诊的人次对2月14 450个人，2月15 569个人，到2月17初1有1012个人，初2是1132个人。病人的类型是依发烧和呼吸道感染的上侪，搁来是肠胃道的感染，和囡仔急性的身体无爽快、外伤等等。不过因为过年是流感和落巴肚疫情的高峰，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初2类流感急诊就诊的超过3500个人，落巴肚嘛有免2500个人。对院台佫一摆呼吁轻症的患者会当去 UCC 看诊，甲急诊的资源留互当症的。这样的经验，明年我们来检讨之后，有需要我们就继续来扩大来执行。我们在平常重要的连假日
也可以尝试性的、重点性的来发挥。对云台指出讲，卫福部已经编列16亿的预算，补助过年支援的病院诊所含药房，内面的奖励金必须要有8成以上分配给第一线的医护。收入来嘛检讨今年执行的成果，而且评估未来敢会扩大办理 UCC 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南韩的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12月向宣布戒严，是去互特检组以内乱罪求处死刑。今仔日下晡法院宣判，1审内乱罪成立，无期徒刑。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地时间19下晡2点，针对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布紧急戒严，涉嫌发动内乱罪这案作出1审的判决，裁定内乱罪名成立，判终身监禁。法院伫判决内面指出讲，尹锡悦是这案内乱的首谋，要和军警的高层私底下协议，策动颁布紧急戒严，而且下令派遣军队封锁国会，想要来控制国会议长和朝野的政党领袖，让议会无法度运作。法院认定对伊的行为想要来消灭宪法保障的议会和政党制度，嘛涉及对新闻和出版实施宪法禁止的许可和审查，受扰乱各项特殊的内乱行为。判决书内面嘛讲到，2024年12月初3颁布的紧急戒严令是对顶悬到下骹的内乱，而且指出讲相关行动的目的是长时间阻止国会召开，削弱宪政体制的运作。南韩的检方1月13要求法院判处死刑。根据南韩的法律，内乱的首脑上悬会当判死刑，也是无期徒刑。检方表示讲，虽然南韩已经互看作是实际上废除死刑的国家，但死刑同款属法定刑罚之一。阮是19伫法庭顶悬重新宣布戒严，是宪法予总统的权限，并无扰乱国家宪政的意图。国强调讲，伫国会通过戒除戒严的决议了后，就随撤回军警，并无实施暴力的行为。阮是伫全斗焕落胎议了后，第3个因为内乱罪受审的前总统。全斗焕伫1996年1审被判死刑，2审是改判终身监禁，罗泰义2审是减到17年。除了阮氏的以外，同案嘛涉及前国防部长金良显、前警察厅长赵志豪等7个军警的高层。19法院外口有支持和反对阮氏的民众组织，警方派15个警察维持秩序。公司新闻警员阡编译。日本清心的昆摩祭，1980年由日本指定做国家重要的无形民俗文化遗产。2020年，台湾的灯会清心昆摩赛的团队是受到邀请来台湾，趁这个机会，和家己破组的纸鼓工艺、甲昆摩歌灯互相交流。做伙来看。来自日本清心的昆摩师，详细听古纸工艺师的说明，无论有作品的小解，阁有当中的手路甲美感。为着要了解家己纸艺文化，为日本来台湾参与2020年台湾灯会清心昆摩师，就专工来到家己馆的铺子，要来入捌古纸的工艺。我们是把纸粘到铁丝上，然后去做外层嘛，它是要做一个表面。可是像蔡承哲老师他的做法，他是变成是一个，它只是纸本身去多层次的这样叠合在一起，然后让它自己去形成一个主体，他们觉得非常困难。用钩仔将纸搭伫烟线顶面，纸夹出来的部分，再用刀仔豆豆仔来甲挂掉。昆摩师才认真来制作台湾灯会要展览的古仔灯，伊嘛邀请学生囡仔甲古纸的工艺师来体验日本清新的昆摩古仔灯。会当甲咱即个台湾咱目前有的即个纸鼓的即个一寡技术做一个交流，伊的工法爱当运用伫咱即个我本身制作咱即个艺术品伊即个工法爱更加好的物件，会当家吸收过来。透过这样的交流呢，彼此也可以有一些影响，然后会吸取彼此好的地方，然后学习，然后再各自用到自己的作品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嘉义县政府表示，日本清新只有16位有正式资格昆摩师。这届台湾灯会特别邀请其中2位，用嘉义县配天宫的普阿妈、陈顺将军甲好爷公做主题，希望透过这个机会，唔但展现在地特色，嘛互民众有机会当看到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遗产的昆摩古仔灯。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台湾是多元社会，有真侪新住民甲移工含咱斗阵生活，因出门嘛是有赛车的需求。新北树林就有一间教训班是用越南语来开课，互学员来学赛车更较轻松。食来了的，食你吧，食你吧，食你吧，那现在你不会啃了吗？
教练耐心指导学员专心上课，毋过详细甲听，即个教练场甲大家想的无啥共，拢是用越南话咧上课。目前伫台湾有合法居留权的越南人将近30万人，考驾照的人愈来愈侪。新北市树林这间教練場就推出用越南話教課嘅服務。Em nghĩ là ai lúc mới học lái thì cũng đều có một cái tâm trạng lo sợ, với lại là mình là người nước ngoài tới á, thì khi ra đường cũng cảm giác hồi hộp á. 負責上課嘅教練是吳燕英，是一位新住民，在當前來到台灣留學，畢業了後就繼續教練場嘅教練。原本是伫咧教練場咧負責招生甲翻譯，因為看到需要考駕照嘅移工愈來愈多，所以伊拍拼去考執照，成做台灣頭一位新住民教練。Tại vì một là lúc trước là người Việt mà thực sự là ngày xưa là mình không được tự đứng tên xe, sau này là mình có thể tự đứng tên xe máy, đứng ô tô là học để lái ở Đài Loan. Hai nữa là các bạn học và để sau này đổi về bằng Việt Nam. 这间教練場每一檔有400-500位訓練出來學生，攏是越南籍的，運用越南話上課，讓移工考到駕照的機會大大增加。而且伫台灣的教練場考駕照甲上課，攏比伫越南考較俗、考較緊。考到駕照了後，轉去佫會使直接換當地駕照，所以成袂少移工也佫有新住民來報名，想要來上課。Đài Loan thì em thấy thi bằng nó sẽ dễ hơn, giáo viên dạy nhiệt tình hơn là so với ở Việt Nam. Ở Việt Nam thì em nghe nói là bây giờ thi bằng rất là khó. Em dự định là lấy bằng và mình có thể tham gia giao thông bên này được đúng luật và an toàn hơn. 根據交通部的統計，這5檔外國人伫台灣因車禍受傷甲死亡的人數翻倍1倍，其中以越南籍甲印尼籍的人上濟。除了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嚴格來抓無牌賽車，政府嘛愛改善考駕照的資訊甲制度，讓移工等等的外籍人士會當合法安全上路，嘛會使降低交通事故發生的機會，守護用路人的安全。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天氣是安怎？咱來看各地頭的詳細資料。北部地區15度到22度，中部地區14度到26度，南部地區15度到28度。東部地區15度到25度，外島地區12度到22度。做伙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您收看今日的AM 新聞，我是蘇美，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